新竹有一间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中心，为着要培养学员基础的生活能力，打造出100多平的餐园。这内底有种各种的菜色果子，也有饲鸡生卵。这寡鸡卵呢，农产品拢会当卖出去，唔那互学员培养做代志的才调，也会当家己增加收入，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。中心照顾家己种的青菜。 已经来中心服务3档外学员表示，即马无论是种菜也是种水果，对伊来讲拢是小可代志，一点仔拢袂辛苦。很高兴爱护这个地球，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。会不会很辛苦？不会，因为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已经习惯了，自然成习惯。栽种这些的那个菜菜苗，那另外他们也会做收割。更可爱的是，他们会把这些草都拔得很干净。成立超过20年的新竹爱恒客能中心，为了培养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能力，特别打造出一座餐园，内面有饲鸡、种菜、种果子，农产品会提去市面上卖，身心障碍者有工课通做，也有材料赚钱，让他们也不止。 手心不再向上，他们学习向下。当他们把奖励金带回家，甚至去买一些家里的所谓的卫生纸啊、洗衣精啊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带回家，爸爸妈妈都感动得流下泪来。今年的种树仔节，中心专工邀请企业来参加活动，在餐园附近参中心的学员做伙种树仔，肯定学员的表现，然后这些身心障碍者培养自信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